凡的故事亮然，明日盼望，跳進生活細看，動人拼搏，為力戰錯。人人都可一刻迸發閃光，人物交織歲月裏成就一起共創。平凡的故事亮然，明日盼望，跳進生活細看，動人拼搏，為力戰錯。珠寶一向被譽為女性嘅恩物，由欣賞到擁有，當中涉及設計、藝術、價值觀、潮流多個因素。我哋亦都可以從人對珠寶嘅購買力有幾高，睇到一個社會有幾富裕。香港從漁港發展到金融中心，珠寶行業亦都跟隨住經濟軌跡萌芽發展。其中喺中上環半邊鋪起家，經營咗89年嘅陳廣記珠寶行，就見證住香港歷史嘅唔同階段。首先咧就呢個要講翻咧就係1935年，咁當時咧就係一個叫做陳廣嘅人，佢係一早已經係做珠寶㗎啦，但係就打工嘅。咁到35年嘅時候咧，佢就喺呢一個中區210號皇后大道中，就喺人哋間鋪旁邊咧就租咗一半，就成立咗陳廣記。嗰個時間咧就應該啱啱係相對上香港幾繁榮嘅時間嚟嘅。咁所以咧嗰個時間咧就好多人落咗嚟呢度做生意啊、買嘢啊咁樣樣。當時咧海邊嗰度好近干諾道嗰度咧已經係一個去大陸嘅碼頭嚟嘅。咁所以變咗嗰個地方咧，上環就係一個商業集中區。夜晚黑咧就好似而家今時今日銅鑼灣咁，開到夜晚10點鐘都仲有夜市嘅。咁就喺啲舊報紙度翻查到咧，其實佢係1937年嘅時候咧，曾經試過俾人打劫，損失咧，我相信當時好似講話2000幾蚊。咁以1930幾年嘅時候嗰2000幾蚊咧，其實我諗都佔咗一間鋪頭裏邊好大部分嘅資本㗎啦。再加埋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我相信陳先生都元氣大傷，咁所以咧佢就可能即係諗，不如唔做啦，不如頂俾人做啦。David 啊，你係呢一間珠寶行嘅第幾代接班人？第3代啦，就由我阿爺開始。就最初我阿爺咧就係做當押業嘅，咁咧就後尾佢覺得咧就當押業咧就成日都好似圍住嗰啲人都唔係咁開心。咁啊經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佢就話啊，不如因為當鋪同埋其實同珠寶咧係好有相連嘅關係嘅，即係好多人都係攞啲名貴嘢嚟當㗎嘛。咁啊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佢就累積咗經驗啦，佢就覺得啊，不如都係做啲珠寶，就同啲人來往咧，嗰啲人都係開開心心，唔係話個個都好似憂柴憂米咁樣樣。既然老闆已經由姓陳變做姓許啦，咁其實點解珠寶行當年唔改埋名咧？嗱，因為其實到而家都係嘅，一個商譽好重要嘅。其實曾幾何時咧考慮過同埋試過想改名嘅，咁但係個效果唔好咯。咁你改咗，人就覺得你執咗笠，係一間新嘅鋪頭。咁以前嚟計咧，啲人會對於嗰個字號咧好重視嘅。咁你變咗第二個字號咧，佢當你重新嘅，咁啊未必會對你再有信心咯。雖然就算你啲人喺裏邊，咁就如果生客咧，就佢盡量避免啦。呢間都唔係老字號嚟嘅，我未必想幫襯。當年嘅招牌，佢哋揾咗舊鋪對面一位身兼中醫姓歐嘅書法家寫。二戰前講咧，每一間咧俾佢寫個招牌都好生意嘅。如果我冇記錯咧，我爸爸講就係300蚊嘅。咁但係當時300蚊等於而家1萬蚊啊，或者1萬零蚊咁咯。以當時嘅物價嚟計，又唔能夠話好貴，但係又唔平咧。個招牌咧係嗰啲用金箔嘅。嚇，所以變咗就咁襟咯。如果你今時今日係用金油油上去嘅咧，好快咧就嗰個金色嗰個亮度就已經唔喺度啦，即係好快會氧化，應該咁講。但係我哋嗰啲咧就係當時用
金箔刮上去嘅，咁所以變咗咧就永遠你抹一抹佢咧就好似新嘅一樣，歷久常新。老店除咗有老字號、金漆招牌同埋良好嘅信譽，老闆自己仲有一樣堅持。因為我本身都係中意嗰啲懷舊嘅嘢，所以呢個鋪咧堅持乜嘢裝修都唔做就係咁嘅原因。因為我覺得喺呢度咧可以感受到幾十年來嘅變化，同埋我想留翻一個地方咧，呢個心目中俾外邊嚟到嘅人都睇到香港到底原汁原味係點樣樣嘅。咁而家第一咧就唔係咁多呢啲用柚木嚟做嘅櫃啦，咁同埋當年嘅嘢咧就係講紮實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哋而家講用咗幾十年啦，但係當然有維修啦，但係期間咧即係啲櫃桶啊各樣嘢咧都仲好實淨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嗰啲木嘅裝修咧，全部都係以前都係入榫嘅，唔係用釘嘅。咁你變咗你諗下個師傅幾大功夫，嗰啲每一個櫃桶佢都係入榫嘅。而喺硬件方面，老闆多年嚟仍然保持住經營嘅初心。不過喺歷史嘅洪流當中，好多嘢都慢慢咁改變緊。當時珠寶界咧同而家就爭好遠啦。大家因為可能都係喺埋嗰個地方，多數都係喺譬如九龍就喺上海街一帶啦。香港呢邊就喺晒集中晒喺中上環呢度啦。咁鋪頭同鋪頭之間咧，大家個聯繫好緊密嘅。咁就譬如嗰啲飲宴啊，甚至乎啲老闆啊，會晏晝3點鐘就一齊約埋去某一個地方附近，譬如假定講有國民酒家啊、江蘇酒家啊嗰啲度食飯，食完飯打麻雀咁樣樣。嗰張相咧係1968年呢度開張啊。商業上邊運作咧，就或者請客呢啲咧，就從來都唔請女人嘅，即係可能講緊係70年代之前嘅事啦。咁你譬如行家擺酒咁，一定係清一色男人嘅，就唔會有除咗自己主家嘅家眷之外咧，就其他嗰啲全部都係只係請男性嘅啫。我有一本簿係當年某一個行家擺酒嘅時候寫低晒所有嗰啲禮品啊，同埋到場嘅嘉賓啊。咁我點解會買嗰本簿仔咧？就係咁啱我喺摩羅街見到，翻開嚟睇下咧，就有我爺同埋我叔同埋我爸爸嗰個名喺度嘅，就見到當時1950幾年嘅時候做禮咧係公價人情係10蚊，有啲係送套杯碟啊咁樣樣，但係就絕對一個女人都冇嘅，全部都係男士嚟嘅啫。第一間鋪就係打劫嗰個位啦，就係210號皇后大道中。咁而家其實離開我哋目前呢個鋪咧，唔係好遠咧，行去都5分鐘以內嘅路程。即係由而家呢個我哋而家呢個鋪去到上環文娛中心嗰個位咧，應該有成40-50間金鋪嘅。因為呢個位置咧係以前香港島嚟嘅係最旺嘅。咁呢度先至係正式嘅商業區，所以點解會夜晚黑9點10點咧啲鋪頭都仲開住咧？就係呢個原因啦。金器都靚，其實係啊，金器都有佢嘅吸引力。結婚就一定要有呢啲嘢嘅。係嘅，意頭上。係啊，同埋有時着起褂啊，或者着起長衫啊嗰啲襯起上嚟特別好睇。同埋我想問下咧，你哋當初即係經營珠寶行，點解會無啦啦買一堆金飾翻嚟咧？因為咧珠寶其實同金飾相連嘅，最初嘅時候咧係兩行嚟嘅，即係兩個接近嘅行業。咁就尤其是中區咧，多數係金飾鋪嘅。如果戰前嚟計，珠寶係比較少啲，因為珠寶係屬於來佬嘢啦，可以講話。同埋咧，因為有個協同效應啊，費事嗰啲人睇珠寶嘅時候，譬如睇金飾嘅時候，佢去到第二間，譬如人哋都有珠寶賣嘅，咁啊分分鐘個客咪走失咗咯。所以變咗我哋一齊做埋，咁啊變咗咧就肥水就不流別人田啦。就唔驚啲客流失。冇錯啦，就唔驚啲客流失。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呢唔係我 smart，係以前啲人 smart 啫。珠寶對於好多人嚟講咧，都係奢侈品。喺70年代，香港經濟啱啱起飛，本地對於珠寶嘅購買力咧並唔係咁成熟。而當時珠寶行有好多生意，反而係嚟自東南亞國家，譬如係菲律賓啦、泰國啦同埋越南等等。當年咧有一個發展嘅時候咧，係由一個菲律賓華僑就發展嘅。所有人客咧，基本上係50年代嘅時候咧，大部分嗰方面嘅華僑都係佢帶嚟嘅。咁
咁從嗰個時候開始到而家咧，做華僑嘅生意咧，就做咗50年以上啦。咁即係亦都可以講話，我哋主力都係做嗰個市場，就亦都養活咗我哋幾代人。華僑咧，佢姓李咧，佢幾代人都係姓李嘅。有啲我哋甚至冇做到第4代、第5代，都係同一個家庭度出嚟。呢個好難得，亦都好感激啦。因為有啲咁嘅人客，如果唔係以今時今日咁嘅環境，好難維持。因為競爭太大，可能以前講緊我哋開鋪嘅時候係講緊有100-200間珠寶行啦，連埋晒。即係而家可能講緊有3000間珠寶行，樓上樓下加埋晒樓上鋪啊，仲未計嗰啲互聯網啊、咩 IG 啊嗰啲咁樣，所以嗰個競爭同埋嗰個經營環境同以前完全唔同。呢個就係翡翠係咪？靚㗎，好重磅啊！好重㗎，但係呢啲你譬如襯翻而家呢件衫啊，好靚。我頭側咗，你使唔使平衡翻？你自己最中意咩？我自己最中意咩？我比較中意玉器多啲。咁你嗰陣時求婚係用咩？求婚啊，梗係鑽石啦，同埋求婚通常都係你求嗰個，你諗定佢要咩，唔係到時佢打翻轉頭咪麻煩咯。珠寶其實咧就主要就金色啦呢樣嘢啦，咁啊另外仲有誒寶石啦、玉器啦、珍珠啦、半寶石啦，呢啲其實都係全部喺珠寶個範疇裏邊嘅。除咗黃鑽同白鑽比較普通之外咧，其他嗰啲都唔係一般人買得到嘅。彩鑽嗰啲以前係冇咁值錢，隨住時間改變咧，而家係值錢咗好多。就譬如粉紅，由我入行嘅時候講80年代啊，可能一粒粉紅嘅5卡係講緊100萬或者150萬咁樣，同一粒而家粉紅嘅5卡咧，可能係講緊4000萬、3000萬咁樣。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嗰個罕有程度。而家我身上戴住嘅呢套珠寶咧，就係呢間珠寶店嘅鎮店之寶之一。老闆話價值接近8位數字㗎。翡翠都好多種顏色㗎，最基本嘅就綠色啦。咁而家比較流行啲嘅咧就有白色啦。一般上都好多人中意嘅紫色啦。咁啊仲有黃色同埋黑色。綠色嘅翡翠始終都係最貴重嚇。咁你其他其實如果你每一個色係質素高嘅，都有佢嘅價值喺度嘅。除咗顏色之外咧，仲要講本身嘅質素，即係例如有幾透明啊，有幾乾淨啊，呢啲都有幾大件啊，呢啲都係決定性嘅。許生喺外國留學，翻到嚟香港之後就接管家族生意，一做就做咗40年。我相信佢一定認識好多城中嘅名人同埋富豪，而我又好想知究竟佢哋買珠寶係咪好似我哋買菜咁容易嘅咧？名人唔講得嘅，人客呢個就比較敏感啲，亦都我哋呢行咧有一個比較緊要啲嘅操守咧，就係絕對唔會泄露人客係邊個嚟買嘢啊，或者攞人客嚟出風頭啊。因為咧，我淨係可以講一樣嘢俾你知，就係有可能咧，就個先生係朝頭早一早嚟買完嘢，個太太夜晚嚟又嚟買嘢，但係先生就唔係買俾太太嘅。咁如果你講呢樣嘢，俾即係泄露邊個出嚟咧，對於我哋嚟講咧，就係即係好唔啱嘅一件事嚟嘅。80、90年代出現好多跨境劫案，當時由內地到香港犯案嘅罪犯，佢哋嘅目標就係珠寶店、金鋪同埋名錶店等等。91年到94年呢幾年咧，真係早午晚3餐咧都打劫3間珠寶行，好平常嘅。尤其是係92年到嗰啲時間啦，即係物華街，即係葉繼歡打劫嘅時候啦。嗰個時候我哋都托賴冇出過事，咁其實都係第一就上天保佑啦，第二就保安都係好有功勞嘅。
以前就係有個南亞裔嘅幫我哋手嘅嚇，幾代都係㗎啦。通常係一個介紹一個嚟咁咯。佢哋受過專業訓練㗎，即係每一年要去試槍嘅嚇。咁同埋佢又成日都有班朋友喺門口度聚集嘅，可能都係有啲影響啦。可能取易不取難啦。我哋咁耐都安然度過，就冇試過有任何嘅問題咁咯。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當珠寶店啦同埋金鋪閂門之後咧，都會收起晒所有嘅金銀珠寶，一件不漏。而我估佢哋咁樣做，應該係唔想引人犯罪。保險單上面就講到明，你一定要收晒啲嘢入去，個保險先生效嘅。咁同埋佢有好多規矩嘅，即係例如你收鋪嘅時候你要落閘，咁你唔可以話一路收一路打開到閘嚟收咁。如果唔係又係冇保險賠，呢個純粹係個保險嘅要求咯。咁所以你一定要全部要鎖好晒，一件都唔可以留喺外邊。位於中上環嘅老店，而家好多都仲保留住包伙食嘅傳統，聽講以前仲包埋住宿添。以前嗰個營業時間咧，50年代嘅時候就長好多啦。如果講30年代咧，仲長啲。如果唔係都唔會出現話夜晚9點鐘先打劫啦。以前好生意㗎嘛，咁所以咧一開鋪10點鐘就10點零鐘11點前已經食飯㗎啦。等食咗之後咧，到晏晝嘅時候忙到直頭都食飯都趕唔切㗎啦。同埋以前要喺度留宿㗎，以前要喺度留宿，因為夜晚要清潔啊嘛。咁變咗要喺度留宿，咁咪可能一個禮拜得1日假期可以返屋企咁樣。70、80年代，香港工廠如雨後春筍，無論玩具、紡織、電子、鐘錶等製造業都高速發展。Made in Hong Kong聲名大噪，揚威海外。珠寶行業亦都唔例外，發展非常蓬勃。直至金融風暴，情況就有咗好大嘅變化。我哋不嬲都有工場嘅，但係當然個工場由幾十人、幾層樓就縮埋，而家得返幾個人，3幾百尺嘅地方咁樣咯。因為好似時代進步，一切已經用機械化代替。第二咧就好多時咧啲嘢都已經移咗去國內度做，咁所以我哋基本上我哋啲古老鋪頭咧就維持返有幾個工人喺度，就做下啲一般啊同埋修改啊嗰類咁樣咯。呢位咧就歐師傅，就係我哋而家咧就現存之中咧就最資深嘅師傅啦。咁佢咧就喺我哋工場度一路學師到而家，就係講緊都有冇50年啦？有50年㗎啦。咁啊呢啲咁資深嘅師傅，全科咩都識做嘅咧，基本上而家都比較少見。以前就幾十個師傅喺度嘅，差唔多30-40人嘅。咁30-40人都係着底褲笠衫咁樣。咁你譬如女士上去就唔方便，所以永遠都係得。基本上工場咧就係女人嘅禁地。佢嗰陣時點講啊？我哋係喺工場嗰度嘅，佢咧就喺鋪頭嘅。鋪頭佢就唔係好似成日上嚟㗎啦，就係即係我哋嗰個老師傅咧，即係交收啊咁樣，就落佢我哋起咗貨就交落鋪頭。咁最初嘅時候咧，如果我老豆嗰年代咧，呢啲就有食啊無工嘅。得呢一個淨係得非法費同埋得利是嘅啫，即係人哋肯收留你嚟學嘢咧，已經係好大一個人情㗎啦，所以就唔好講人工呢樣嘢，直至到你真係學滿師啦，先開始有人工啦。女裝界嚟嘅，即係嗰啲而家啲鑽石嘅呢啲就砌個相咁上下俾，即係咁樣。即係戒指比啊咁嘅，一隻戒指啫，差唔多咧就係3行嘅，即係咁闊嘅咧就佢收窄㗎嘛佢，即係而家咁樣差唔多就係，即係唔係咁闊㗎，咁闊就梗係咁鬼粗魯，即係一路收窄落去嘅，佢即係咁樣。呢啲就唔使圖樣，但係最緊要咧就係試正。呢塊咧我哋叫線板，咁係一個窿。裏邊咧係呢粒係鑽石鋼嚟嘅，即係比較硬嘅嘢。咁咧佢哋就可以將你需要嘅金屬線啦，
由粗變到幼。掹地下，咁佢細咗就會長咗嘅。咁本來有啲咁粗嘅，咁你可以整到咁幼。我60年代入行，學到而家應該超過半世紀。70年代尾到80年代、90年代都係咁嘅情況，即係你好缺人手，你即係驚有嘢冇人做，做得唔夠多咁解嘅，咁樣黃啦，即係地表示。咁就一路到咗98年金融風暴，就突然間係即斷崖式跌落去啊！雙石咯，10粒，每行5粒咁。因為啲石咧有啲好細粒嘅，同埋需要放大嚟睇先至做到，同埋都好微細嘅而家啲工序。朋友介紹入行咯，咁咪跟師傅學咯，咁咪做咗30零年到咯。唔會有人入行㗎啦，冇人入行都唔需要咩基本要求啦，即係冇新人接手㗎啦。轉移咗啦，呢個製作基地，即係轉移咗去中國大陸裏邊。佢哋技術慢慢一路都 OK，咁就人工平啦，咁所以做到而家今時今日，我哋而家咁樣都係做啲散嘅濕碎嘅嘢咧，即係比較大 lot 嘅又唔會喺香港啦，所以就變咗喺香港嚟計呢一行係夕陽行業。女人咧對於鑽石同埋首飾係天性有一個中意喺，即係你生出嚟就有嘅呢樣嘢，即係一定唔會唔中意珠寶嘅。咁所以珠寶呢樣嘢咧，只要有人就一定會識味嘅。但係鋪頭因為個別原因啦、經營困難啊，或者點樣以閉店嚟講咧，就未必可以長久堅持落去。因為你亦都要考慮接班人嘅問題啊，亦都要考慮財政嘅問題啊。咁但係調翻轉頭嚟講，如果以整個行業嚟講咧，個前途係完全冇問題嘅，只會越嚟越好嘅啫。